来是咱国内的新闻，这个赛客运，这关系到规台车的旅客安全，结果竟然是啉酒开车。南投一个赛客运小巴士的驾驶，透早6点，把这个车驶到玻璃高岗外口，停伫路边咧买早顿，可能是无油迄个手动啊。结果这个车是倒退路弄入去便利超商内底，当时车顶有3个乘客活要惊死。加载无造成伤亡，甲这个驾驶来做酒测，酒测值是高达0.6。这台白色巴士一直倒退路拢无动，有人后壁咧喐过喐到跋倒，尾手这台车弄入便利商店，大门玻璃破了，弄到柜台才停落来。翘课啊！我要翘课，我怎么去？规台车卡条咧，剩差不多1/3伫外口，涂骹拢是玻璃皮。这个画面，互人看到会惊，人客无法度出来，店员惊一条，赶紧走出来。没有感觉就直接撞进来了。我是被柜台挡住，被柜台挡住，不然有可能撞到你。我做10几年了，第一次遇到。店员想到，还阁会惊，这是发生伫南投埔里的中山路2段的路口，一台为埔里要驶去仁爱客运的小巴士的驾驶，早起6点左右停伫埔里高岗外口的路边啊，落车买早顿，可能是手动啊无扭，致使车倒退路进入便利商店。当时车顶有3个人客，惊一个赶紧走落车。跟提醒他去卖早点，那个车子慢慢从下坡这边就很快了，他在后面吹。哦，你们都跌倒了。人客讲，当时这台小巴士倒退路的时，因拢惊到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刚才看到驾驶离足车加载有停落来，无人受伤。师傅未拉手刹车，车辆往后滑，车尾撞到超3个玻璃门，驾驶有酒精反应，依公共危险罪侦办。警方对这个驾驶做酒测，结果是0.6，确定有啉酒赛车。身为客运的驾驶，负责载人客，爱维护人客安全。一声啉酒赛车，真正受到离经，互人依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